喺2日之前，我已經同大家透露過啦，成個幣圈將會進行一個大洗牌。咩叫大洗牌呢？就係資金嘅分配咧，將會重新調整嘅。係因為過往嘅日子咧，有好多嘅資金咧都係流咗去山寨幣同埋以太幣嘅市場，令到比特幣咧無論去突破又好啦，或者去支撐手穩嘅角度都好啦，佢都唔夠足夠嘅資金咧可以俾多軍嘅。咁所以就會令到市場咧需要重新調整，甚至係比特幣需要經歷一個回調啦，先至可以將資金集中回流翻去比特幣度嘅。咁大家再望翻睇翻我尋日嗰條片啦，我已經講到啦，幣圈9月除咗係經常暴跌之外啦，以太幣跌穿4000之後咧，都係會空多吉少嘅。咁我今日咧睇翻比特幣同埋以太幣咧，就再一次出現一個深度嘅回調。咁我就會同大家講下究竟未來咧下個禮拜又或者係10月啦開始應該點樣去部署嘅。嗱，大家會望到啦，其實原本啦佢喺111500蚊至到113500蚊咧，就有一個好短暫嘅橫盤調整，咁其實咧都係佢暴跌之後咧，去做咗一個好小型嘅反彈。咁喺呢個反彈入邊咧，我判斷到市場咧其實佢一個上升嘅力量係好有限嘅。咁所以我自己咧就喺113500蚊度做空啦。OK， 咁大致上呢個係前日嗰個點位嚟嘅。大家會留意翻，其實我冬季嘅會員點位咧已經係一個最完美嘅阻力位置咧去做空嘅。OK， 咁你見到話如果呢個阻力位做空啦，去到108000蚊嘅話，其實呢個盈利都係唔錯嘅。咁但係我都同大家講過，我喺111500蚊咧，我就做咗個止盈嘅動作啦，最尾贏咗18600U 嘅。咁其實我做呢個止盈嘅原因係因為即係我自己覺得呢度短期可能會有個支撐啦。咁我自己就覺得點位其實每一日咧都係會有機會嘅。OK， 就算佢今日跌穿咗都好啦，其實佢都仲有好多機會俾我去入場嘅。OK， 所以其實我自己就唔係話太過擔心，亦都唔係話特登要去炒啲咩好中長期嘅趨勢嘅。OK， 純粹做一個可能係支撐咗你部門個判斷。咁我睇翻2025年9月點位嘅表現咧，贏咗4張單，而且係冇一張係自選嘅。OK， 勝到100%啦。咁暫時嚟講咧，9月個表現都唔錯嘅。咁我自己覺得今日咧其實都會有一個入場嘅機會嘅。點解？因為往往喺一個好極端嘅情況之下咧，市場越容易係揾到一個入場嘅機會。咁我可以同大家講，首先我哋判斷下市場個大趨勢咧，係走緊一個下降趨勢線嘅。咁如果你見到呢個下降趨勢線咧，咁我哋就可以開始睇翻其實市場係做空有利於做多嘅。OK， 咁再配合啦，第二樣嘢就係 EMA 70就已經跌穿咗啦。咁同時你見到呢度都係做有一個阻力嘅作用，就代表緊其實喺 EMA 70入邊咧，呢度會有一個好大嘅阻力位嚇。所以其實比特幣要突破咧，就唔係一件咁容易嘅事嚟嘅。OK， 咁但係我自己比較期望就係市場咧係一定要有一個見底嘅信號咧，我哋先至可以去判斷是否做多嘅。咁我舉個例子，就好似喺2025年嘅9月嗰陣時，咁點解佢喺107400蚊附近會守穩咧？咁其實呢度咧，我哋可以睇翻呢度係一個頭肩底嘅，左肩、右肩同埋頭部。咁最尾突破咗呢個短期嘅下降趨勢線咧，就係一個上升嘅跡象。咁但係呢個上升跡象咧，就去到前阻力就係117,800蚊度啦。咁啊止咗步啦。OK， 我哋可以參考翻呢個前阻力嚟嘅。咁所以其實咧，佢一落翻去前支撐107500蚊附近咧。咁我就會去觀察一下，究竟市場掂到呢個位置，會唔會出現一個日線級別嘅雙底行情？係如果佢喺呢度成功構成咗個底部嘅話，我自己覺得比特幣後續突破呢個下降趨勢線嘅機會咧，仍然係存在嘅。OK， 咁但係相反啦，如果佢跌穿107200蚊嘅話咧，咁我就會判斷市場咧係走緊一個5浪嘅形態噶咯噃嚇。咁而且呢個係屬於日線級別嘅5浪，可能會觸及到市場牛熊市嗰個分界線嘅。OK， 因為其實107400蚊如果跌穿嘅話咧，其實就即係等於佢已經係跌穿咗 EMA 30週線、30週嘅移動平均線。咁呢個係一個好嚴重嘅睇空信號嚟嘅，得唔得？咁所以其實我去希望咧，市場可以守穩呢個位置，配合埋10月同12月降息嘅行情咧，希望會有一個反彈。OK， 咁因為始終咧，其實2025年咧都仍然係會有利於比特幣嘅。OK， 因為佢有降息嘅行情啦，同埋開始進入
冬天啊，冬天就係比特幣嘅 Q4 季節，係一直都係有利於比特幣嘅升幅嘅。OK，所以我希望佢9月跌完之後咧，10月就做調整，11月開始上升。咁我暫時對佢嘅期望就會係咁樣啦。咁另外以太幣方面啦，嗱以太幣咧就基本上佢依家係向下咧去獵取緊一啲流動性。咁佢開始進入咗呢個交易嘅密集區啦，大家會見到佢已經率先掂到3800蚊附近嘅。咁但係我覺得以太幣咧係未有一個見底嘅信號。咁再加上就係佢只啱啱先跌穿4000蚊呢個關口啫。OK， 又未有見底信號，所以其實以太幣咧係仲有一個下跌嘅幅度嘅。OK， 咁佢最低咧、最惡劣嘅情況咧，就可能會去到3400蚊附近。點解會去到呢個位咧？除咗係周線級別嗰個 EMA30之外啦，咁其實同時咧，佢呢個位置咧，基本上已經係獵取流動性嘅盡頭嚟嘅。即係話佢去到呢個位置，獵取流動性嘅目的已經完成，佢再跌落去咧，其實就再冇意思嘅啦。OK，咁所以其實希望市場咧最惡劣嘅情況去到3400蚊之後咧，就開始慢慢調整啦，然後收復，最後上升嘅。咁可能由佢下跌還滿收復，去到上升咧，可能需要接近1個月嘅時間。咁所以我哋可以喺橫盤調整入邊咧，去尋找一啲入場嘅機會啦，同埋方向嘅。OK，咁同埋咧，我想講其中一個原因，點解以太幣要終極一跌咧，或者比特幣都要跌咧？就係因為咧，啱啱我同我一開始講嘅一模一樣就係因為山寨幣市場同埋以太幣市場咧，去吸比特幣嘅資金吸得太過離譜啊！所以其實咧，比特幣咧，佢一定要搶翻個市佔，咁起碼要去到60% 以上咧，咁佢嘅後續先有上升嘅機會嘅。OK，咁所以我哋可以期望啦，以太幣同比特幣咧，可能短期會有一個跌幅啦。咁但係咧，去到收復完成之後咧，就會開始慢慢上升噶啦。OK，咁我哋可以期望一下12月嗰個攻勢嘅。咁今日嘅分析就去到呢度啦。如果大家係想獲取好似類似呢啲咁精準嘅會員點位同埋專業分析嘅話咧，就可以喺度加入會員群組啦。今日嘅分析去到呢度，我哋下星期一再會，拜拜。